继续来看平面媒体公布全国县市首长施政的满意度。六都的部分，桃园市长郑文灿5粒星，已经是3连霸了。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南市长黄伟哲、高雄市长韩国瑜拢是4粒星。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台中市长卢秀燕是3.5粒星。这郭文哲吊车尾，伫市议会互议员修理，面色是无好看。严国郭市长讲。 既然民调差，为什么哪力拢要甲放入去总统民调做伙比例？听起来，郭市长哪像真甘愿？你的施政满意度下跌28.8%，你现在的表现真的让台北市民觉得很丢脸啊！这个很奇怪，民调这么低啊，有事没事，哪有去放在民调干什么？ 被议员批评是全国县市首长里最佳退部长，郭文哲满面无奈。平面媒体针对22个县市首长评比，其中六都里，桃园市长郑文灿5粒星，高雄市长韩国瑜、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是4粒星，台中市长卢秀燕甲台北市长郭文哲拢是3粒半。都是指标之一啦。那只是说，做一个市长，他首要的任务还是 把自己的城市治理好。经常得到肯定，3次摕到5粒星的郑文灿，伊答案真谦虚。六都以外本岛13个县长里，新竹市长林志坚、南投县长林明珍、屏东县长潘明安、花莲县长徐正伟，嘛拢摕到5粒星的肯定。林明珍甲潘明安顶一任拢无得到5粒星，即个伫名单内，嘛互民众看到因的努力。